主席，今日我發言應該係我最後一次喺個議會度就政制改革發言。我入議會11年啦，主席。入議會嘅目標咧就係為咗爭取普選，但係最諷刺性嘅咧就係今日我起身發言咧，就係要否決一個不全面、不理想嘅政改方案。主席，某一個程度咧，我真係有啲千言萬語，唔知道由何說起，亦都唔知道15分鐘夠唔夠。不過我為咗即係唔想令到我啲同事發悶，我盡量簡短我嘅發言。主席，我深信，直到一刻我都深信，喺香港進行普選同一國兩制同埋基本法咧係冇矛盾嘅，亦都唔應該有矛盾。一個最好例子就喺13年嘅時候，我提出過一個政改方案，不但只係符合人大常委會決定、基本法嘅條文，亦都係得到國際專家嘅認許。但係令人痛心嘅咧，就係不但只係中央冇表示，連泛民主派都冇表示。我知道我哋泛民主派嘅同事就有講過話，喂，你個方案中央都唔接受啦。我點解要接受咧？我當呢啲講法公平地嚟睇咧，係有啲本末倒置嘅。因為咁嘅說法咧，有一個假設，就係中央政府咧係好迫切咁希望香港有一個接近西方民主模式嘅一個普選嘅制度。中央政府係會提出一個完美嘅方案，去哀求泛民主派接受。政治現實唔係咁啊，主席。政治現實係應該民主派提出一個切實可行、符合基本法嘅方案，然後向中央爭取，希望說服佢接受。但事實話俾我哋聽，我哋並冇咁做。民主派以佔中為威脅，推行一個中央認為係違反基本法嘅提名程序，落得嚟嘅就係一個831決定。主席，政治係互動嘅，我哋嘅一言一行都可能會引起相應嘅回應，或者係反擊。其實我哋要通過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嘅方案，唔係用呢啲咁嘅方法去完成。就算今日主席我坐喺度，我都聽到我哋好多同事用一啲我自己個人認為係比較尖銳嘅貶低性嘅言辭，去盡量奚落對方、打擊對方。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香港點會有共識呢？呢個亦都係我哋議會裏邊反映咗議會外邊嘅情況。主席，我相信我應該係所有嘅立法會同事第一位喺公眾面前講會否決呢個方案嘅人，因為我當時係做緊直播，喺831決定讀完嗰一刻，我已經講咗我係好難接受呢個方案。但係之後，我仍然以一個從政者應該有嘅心態去諗，就係如果在憲制上或者政治上，北京認為831方案不可撼動，其實可唔可以喺其他地方去爭取最大嘅民主進度呢？主席，我亦都考慮過我手中嘅否決權，其實最大嘅力量就可以利用佢去爭取多一啲民主嘅進度，所以我係希望民主派係利用否決權
去爭取多少少嘅民主進度。但係如果你嘅立場係乜嘢我都唔會接受嘅，呢個否決權係等於冇用，因為對方唔會覺得佢可以滿足到你嘅要求。既然係咁，你有否決權係等於冇否決權，最終只會一拍兩散。主席，我過去呢段時間，特別係831嘅決定之後，我盡咗我自己最大嘅努力，希望令到北京嘅決策者同泛民主派嘅朋友可以喺一個佢哋認為安全嘅環境之下，去大家坦誠相見，為我哋呢個困局尋找一條出路。但係好可惜，我係全盤失敗，我亦都必須因此要承認，所有嘅努力都係白費。但係可能最令我感到痛心嘅咧，就係831之後，其實無論特區政府或者泛民主派咧，佢哋唔係放心去諗，我哋喺乜嘢情況之下可以揾到一條出路，為香港人揾到一條出路，而係將所有嘅精力焦點放喺所謂爭取香港市民嘅民意方面。我哋花咗好多錢去做好多民調，日日都有民調嘅消息。但係主席，我唔需要呢啲民調話俾我哋聽，香港嘅社會正在嚴重撕裂。呢啲民調對解決問題有咩幫助？有冇說服到你哋？有冇說服到我哋？更加令我心痛嘅，主席，就係當啲民調比較接近嘅時候，甚至有一日係超越咗反對嘅聲音，超越咗支持嘅聲音，我哋呢啲同事歡天喜地奔走相告。我話何喜之有？點解大家唔問一問開心嘅地方喺邊度呢？主席，我寫過一篇文章，我用咗所羅門王個故仔嚟比喻。大家記得所羅門王個故仔就係有兩位母親為咗爭一個細蚊仔，走到去所羅門王面前話：細蚊仔係我嘅。所羅門王就話：等我攞把劍出嚟，將啲細蚊仔一割為二，你哋每人攞半，咪大家都滿足咯。主席，無論特區政府或者係泛民主派爭取到一半嘅社會，咁就點啊？係咪爭取咗一半嘅社會就成功啊？係咪我就可以值得開心啊？如果你爭取到一半社會嘅支持，你就感到開心，主席，你唔係真嘅母親。但係嚟到呢一刻，我哋仍然都係，就算今日都係，主席，喺出邊嘅人士，佢哋喺度鬥人多，主席，有咩意義咧？主席，要考慮支持或者係否決呢個方案，對我嚟講咧，只係有兩個原則。第一，就係咪符合我嘅政治理念、我嘅政治訴求？第二，對香港嘅影響係點樣？主席，我唔需要講得好詳細，我可以講話呢個831方案係不符合我嘅政治理想。但若果呢個831方案係可以對香港係有最大嘅裨益嘅，我會考慮去暫時放低我嘅政治理想。但係主席，我嘅評估唔係呢啲民調嘅評估，主席，
我見到嘅只係社會嘅嚴重嘅撕裂，好深厚嘅仇恨。前幾日睇報紙睇到有人整土炸彈嚇咗我一跳，主席。點解香港人會變咗咁呢？但係你知唔知道網上啲人係點講啊？主席，呢啲係插贓嫁禍，警察作出嚟嘅，中央政府作出嚟嘅。我唔知邊個啱邊個錯，但係單有呢啲咁嘅事實，已經證明我哋嘅社會可能已經去到無可救藥嘅地步。主席，民主唔係單講數字，民主唔係話因為我有51%，你有49%，所以49%就要全面投降，51%就一定係啱晒。主席，民主一個最重要嘅元素係要尊重少數嘅聲音。喺今日，我哋唔係淨係講緊要尊重少數嘅聲音咁簡單。有3至4成人喺香港，佢哋係極之憤怒到一個程度，我係唔可以理解嘅。如果我哋強行勉強通過呢個方案，有咩結果呢？主席，我唔係一個悲觀主義者，大家都知道我企得喺呢度就好樂觀㗎喇。但係大家諗下，若果真係勉強通過咗，出邊呢班咁憤怒嘅人，佢哋而家嘅感受係遠遠強烈過當佢第一次聽到831決定嘅時候。香港會變做點樣呢？我哋經過79日嘅佔中，係好幸運地冇大型嘅流血事件。但係如果我哋再嚟一次嘅話，我哋會唔會更加咁幸運呢？中央會唔會忍得住手唔插手呢？主席，如果中央插手嘅，中央認為香港必須要維持社會秩序嘅，會唔會直接拖累到一國兩制，亦都因此被拖垮，亦都永遠唔可以再實行呢？主席，我唔係一個識賭博嘅人，但係我唔會將香港嘅穩定、香港嘅一國兩制作為賭注。我可能完全係錯嘅，但係如果係真係有咁嘅機會，我試問咁多位，你哋苦心自問，良心過唔過得去？主席，我覺得最大嘅問題，好多人話中央同香港人或者泛民冇互信。主席，呢個只係表徵嚟嘅，其實個核心問題係中央同埋泛民自回歸以嚟一直對於一國兩制係有相當大喺理解上同埋期望上係有相當大嘅差異。中央認為，頭先袁司長講咗《基本法》第43條，特首係要向中央政府問責。呢個條文係所有其他國家嘅憲法，關乎元首嘅責任都係冇嘅。所以中央認為佢係有權，亦都係有責任去介入呢個選舉特首嘅問題。民主派認為，何謂一國兩制？兩制嘅就係要俾香港一個完全自主嘅民主制度。如果民主派對一國兩制嘅認知同基本法唔符合嘅，基本法就要放低，或者置之不理，或者撕咗佢、燒咗佢，或者從頭嚟過。主席，大家咁南轅北轍嘅立場同埋期望，我哋點可以講我哋而家係有足夠條件實行對於行政長官選舉辦法進為一個改革呢？主席，我覺得而家唔係時候，強行通過只會帶來災難性嘅結果。我希望各位同事，將來你哋繼續會留喺議會度嘅同事，諗清楚點樣去理順
呢個對一國兩制大家嘅期望同埋了解嘅落差。當我哋揾到答案嘅一日，我相信香港係會有普選。